泰國有法律強制規定花生中鴉伏毒素嘅污染，但無法執行，因此結果落喺消費者身上。自2541年起，泰國人因癌症死亡人數居首位，並且每年嘅死亡率都喺令人擔憂地上升。到2568年，泰國因癌症死亡嘅人數達到144000人。癌症問題喺社會同埋公共衛生機構中尚未得到應有嘅關注。癌症嘅成因可能有好多，但最主要嘅原因係食用被致癌物污染嘅食物。鴉伏毒素這種污染食品嘅毒素，幾乎可以喺所有調味品同埋乾糧中種到。世界衛生組織 WHO 同埋國際癌症研究機構 IARC 將鴉伏毒素列為對人類最嚴重嘅致癌物。泰國除咗喺花生中發現高濃度嘅黃曲霉毒素污染外，我哋仲喺乾辣椒、辣椒粉、胡椒、咖啡，幾乎所有種類嘅香料、乾食品同埋乾儲藥中發現咗高濃度嘅黃曲霉毒素。黃曲霉毒素具有好強嘅耐受性，因為普通嘅烹飪方法如煮、蒸、煮沸無法完全消除黃曲霉毒素嘅毒性。這種毒素能夠耐受高達260攝氏度嘅高溫。黃曲霉毒素嘅污染原因係由於真菌嘅存在。泰國位於熱帶濕潤地區，氣候條件非常適合真菌嘅生長。產生黃曲霉毒素嘅真菌屬於曲霉屬。目前類似真菌嘅致癌毒素污染食品嘅問題，尚無合適嘅解決方法同埋實際嘅修復措施。這個問題係全球公共衛生問題，尤其喺熱帶濕潤地區嘅國家。從右側嘅圖片中，文章標題為泰國花生消費中黃曲霉毒素嘅暴露評估，由農業大學巴間凱研究。呢項研究評估咗通過消費花生其齊製品嘅黃曲霉毒素 B1 嘅攝入量，樣本數量為60個。呢啲樣本嚟自曼谷嘅2個零售市場同埋2個批發市場。研究結果發現，80%嘅生花生樣本受到黃曲霉毒素污染，而100%嘅烤花生同埋磨碎花生樣本受到黃曲霉毒素污染。黃曲霉毒素嘅最高濃度喺磨碎花生中發現，達到362.48微克每千克，從而導致平均濃度達到68.22微克每千克。國際標準規定，黃曲霉毒素 B1 嘅污染不得超過5微克每千克。從左側嘅圖片中展示咗無致癌物質嘅變黑色花生粉同埋辣椒粉產品供外出就餐使用。這係一項技術創新，可以有效防止幾乎所有農業產品中霉菌產生嘅毒素。通過控制環境嘅相對濕度，使其不利於霉菌嘅生長同埋傳播。從收穫後嘅作物濕度降低開始，到喺加工前嘅儲存，已註冊為泰國創新嘅環境控制設備，可以應用於乾燥同埋儲存農業產品，以確保其不受霉菌影響。因此係提升農業產品質量嘅選擇，為國內消費者提供安全食品，並用於出口安全食品。